稣，谢谢你，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跟他讲说，主耶稣，我们是何等的爱你，谢谢你爱着我们每个人。听见你温柔声音，挪去我所有恐惧，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，敞开我
这种自取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因为你的话是大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是真理。求你恩待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征战时，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的时候，不自觉的审判人的时候，用所谓的理性去面对的时候。